係啊，呢場係今日嘅最後一場，亦都唔知道下一場會係幾時啦。但我見到咁多人，我都好鼓舞啦。因為近日嘅好多風雨咧，所以我哋學校同我咧都決定由聽日開始就暫時公開放映啦。咁暫時停止公開放映。暫時停止公開放映。咁因為即係我哋想留啲空間，等我哋可以處理好嗰啲大家溝通嘅事宜啊，同埋嗰啲或者理解上面嘅落差咁樣樣。因為對學校嚟講咧，人係比電影更重要嘅。咁所以我哋要處理好人嘅關係嘅問題，同埋解答晒所有佢哋嘅疑慮咧，先至或者會再同大家見面啦。咁樣今日我而家喺度，多謝大家嚟支持，多謝。如果在座有觀眾想同導演直接溝通對話，歡迎你舉手，我俾個咪你。你等陣。導演你好，咁我想請教嘅都係一啲創作上面嘅問題嚟嘅啫。咁因為一開始你嘅初衷係希望拍到呢一班學生經歷唔同嘅校舍啦，咁但係去到後面雖然係呢個校舍已經係趕唔切，咁你後面係點樣想去調整你成個創作嘅概念咧？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會希望堅持有你嘅旁白喺入面咧？咁係想問呢兩個問題，點解？其實我哋一向就算好初嘅時候咧，都覺得應該將人擺喺最前面嘅，即係話呢個故事係睇住呢啲少女嘅成長嘅。咁所以呢啲千禧 BB 由2011年到2021年咧，佢哋嘅成長係擺喺最前邊嘅。咁就學校嘅改建咧，其實就係擺喺後邊。咁加中間咧就係睇埋社會嘅變遷。咁就有3層嘅意義喺度，但係人永遠都係擺喺最前邊咯。咁旁白嘅嘢就係、即係你係 documentary 一係唔係用旁白用字幕，即係有中間有好多嘢係要，即係我哋有時冇時間可以擺晒嗰啲information， 即係嗰啲資訊喺晒裏邊咧，咁你用旁白或者字幕咧，就可以好快咁樣講咗俾你聽你哋唔知嘅嘢，即係例如阿雀。佢生意失敗，咁你好難即係點樣影生意失敗咧？咁就即係將佢好快咁講咗佢賣眼鏡就生意失敗啦咁樣。又或者嗰啲女仔咁佢哋即係部署去呢個長洲即係過夜，咁但係呢一個計劃咁啊，當然係嗰啲家長就唔會俾佢哋過嘅，因為即係初中一啊嘛。咁所以呢啲就係一定要將啲資訊擺咗喺度㗎啦。咁另外即係我作為一個即係英華女校嘅人咧，咁係有擺咗少少自己嘅感受喺裏邊咯。所以呢個旁白係同一般嘅旁白唔係一樣嘅，即係唔係同嗰啲 BBC 嗰啲好冷好有距離嘅旁白唔係一樣嘅。有冇另外有觀眾想？導演啊，想請問，如果你有機會，你會唔會再拍呢一套戲咧？如果你會再拍呢一套，即係你會唔會再做呢一個 documentary？即係話如果我冇做過，係啦，即係如果有咁多 controversy，你會唔會再做一次？咁第二就如果再做多次嘅話，有啲咩地方你會？即係嗰啲就算知道咧，我真係嗰啲係嗰啲有少少一往直前嗰啲咁嘅性格嘅。因為其實我初都唔知道呢個會去邊㗎嘛。但係你唔做又點知咧？咁即係話我覺得有興趣嘅嘢我就一路做，咁好努力咁做咯。咁如果呢個叫我再做，我都會做落去嘅，係會嘅。至於我係點樣去再改，但我呢個係我已經現階段覺得我可以喺呢個海量嘅30幾萬小時嘅資訊裏面咧，係已經係我能力係搞得我自己覺得係現階段係覺得最好啦。咁樣當然係要幾年之後再睇咧，先知道邊度可以改啊咁咯。頭先係咪仲有位觀眾舉手？
師好，老師好，想問下係乜嘢令你堅持做到咁耐㗎？係一份傻勁啦，我諗。因為你咁樣嘅喎，你初初做唔知道自己做咁耐嘅喎。咁我初初諗住做6年嘅啫，6年都好耐啦，即係大家話會唔會死咗咧咁樣。咁但係做下1年，做下又1年咧，你又唔覺時間會即係已經飛逝㗎啦。咁你做下做咗3年，突然間望翻轉頭，咦3年啊，咁唔好嘥啦，繼續做落去啦咁。咁啊4年、5年、6年、7年，係咁樣就做咗，眨下又變咗10年啦。係真係咁㗎，你千祈咧唔好喺第1年嗰時候話，哇死啦10年，咁我就真係好做唔到落去。但係你逐步咁行，又好易行到落去嘅。導演你好，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即係今朝先至睇完關於呢一套戲嘅 controversy 啦。咁我想問一問，一開始即係好明顯就係咁多位同學同埋你之間個共識就係唔打算公開放映嘅。咁首先就係點解會選擇將呢個決定改咗做公開放映啦？咁而家亦都出現咗有好多故事入面主角入面嘅一啲表態。咁你會唔會打算直接同佢哋溝通啊？有冇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啊？係啦，就係呢啲。即係其實咧，一開始咧就2011年嗰時候咧，就係有一個同意書嘅，即係協議，就所有拍紀錄片都係一開始一定要簽咗先，如果唔係，即係所有人都冇保障嘅，即係話攝影隊亦都要需要拍咁多年，即係我哋已經預咗6年啦，咁後來變咗10年，咁即係一定咧你要知道嗰啲 footage，即係嗰啲資料你可以用嘅，係有咁嘅權利嘅，如果唔係咧就係做唔到落去嘅。咁所以咧就嗰時簽咗一個都幾包括都幾廣即廣義嘅嘢，就係話以後咧就可以戲院啊，或者任何公眾場合啊，或者電視啊乜乜各種渠道都可以放嘅。咁佢寫得好闊嘅，即係當然嗰時我未知道會唔會真係戲院有人幫你放啦，你點知咧係咪嗰陣時？但係咧就即係寫就已經係包晒呢啲嘅，即係戲院公開放映都包埋嘅。咁就當然就係我就覺得咧，可能因為我哋好多個唔同嘅團體、唔同界別啊，即係有教育界啦，有電影界啦，有青少年界啦、同學啦、學生啦，咁啊個個人對所有嘅嘢嘅理解就係唔係一樣嘅應該，咁所以咧就中間可能有啲理解上嘅落差咯，就係呢個問題我哋覺得應該要正面去處理。咁所以咧就我哋一定會同啲女仔坐低慢慢傾嘅，即係呢個一定會做嘅。我哋就要講再見啦，咁祝你哋元宵節快樂，多謝大家。